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3月13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着要解决爱心人士收容流浪动物伫咧管理、土地使用以及资金不足等等的困难，上午动保处率先全国推出了云端管理甲动物保护专户，希望政府甲民间会当共同拍拼，来互台南成为友善动物的城市。即摆已经变遮大颗啦，几一个时间咱来甲验验的啦。哎，大姐，你是啥人啊？欢迎无？你来看，安尼录。动保处人员透过储备装扮所演出的行动剧，将爱心人士大量收容流浪动物的困境甲问题拢凸显出来。当然，演出过程充满笑亏，但上要紧就是要宣传市府已经率先全国推出云端管理系统，要来辅助民间动物收容的管理。参照一旦市上这侨邦得提出警示，同时民众嘛当透过这个平台直接领用，增加交流的机会。对此嘛，服务前50场的树林场，第一时间就16间配合。希望大家能够共襄盛举，因为毕竟流浪狗它是社会最边缘、最弱势的一个群组这样子。动保处除了设立云端的管理系统以外，同时经首次创立动物福利专户，接受民间主动捐款来补助饲料、疾病防治以及医疗等庞大开销。上午大安东北会嘛率先响应，场面温馨。咱淡市政府设一个新的政策出来，咱要设一个云端的管理系统，希望每一间的民间的收容业者会当将咱这收容入来这狗啊、交猫啊，咱这样看上，大家拢植入晶片，做一个真好的管理。同时，咱也要伊这面积土地面积才偌大的时阵，差不多达到一个饱和的量，我们也要做一个预警的一个系统。另外，咱嘛设一个动物福利专户，希望咱接受各界的捐款来照顾这民间的收容业者，对因这个包括饲料的费用、医疗费用，做一个上界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透明化的分配及管理。希望透过咱公私协力、政府及民间的爱摆马，大家共同努力，让咱台南市成为一个上界对动物上界好的友善动物城市。以友善城市作为号召台南，鸟客嘛是咱城市的一份子。如何特先来处理全台南有50场的树林场，总共9100多只的流浪鸟客，就政府甲民间共同努力，避免产生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第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107含义度特殊模范儿童表扬，今年总共有30位拍破自身障碍的学生获选。3月16号将伫咧东光国小举办着颁奖表扬，鼓励因爱继续克服困难，乐观进步。特殊教育模范儿童表扬，今年总共有30位特殊的学生来得选。每一位特选的学生，拢克服了家己身心的限制，勇敢接受挑战，积极参加校内各种活动，活出对生命的热情。教育局3月13号特别召开记者会，邀请到崇明、文园以及新南国小的特殊模范儿童，来向大家分享家己的专长。我们每年一度的就是模范儿童里面呢，每年我们都会遴选出这个所谓的身心障碍同学的这个模范儿童哈。今年也有30位，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3位来到现场哈。那非常这个感佩，就是我们所有的家长们哈，因为你们一定比其
其他的家庭来说更加的辛苦，需要付出更多的心力来照顾陪伴我们的这些孩子们那也相信你们的辛苦呢，孩子们是有非常深刻的感受的那另外也要特别谢谢我们学校的师长跟校长们因为有你们长期的投入，尤其是提供更多的资源给我们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可以得到非常好的这个照顾让他们发挥属于他们自己生命当中与众不同的那样的特质。教育局今年儿童节的表扬将伫咧3月16号淡东光国小来举行，也希望借由表扬大会来鼓励着身心障碍儿童爱坚定信心，继续勇敢向前行。咱的新闻张文忠采访报道。不论伫咧行政院或者是立法院的经历，高斯坡的资历，就是目前国民党中生代名册。日前，伊宣布要投入台南市长的选举，采取大型看板以后，嘛特别接受到本台市民新声节目的专访，向着市民来介绍伊参选的理念，嘛强调已经准备好势。自从开始选市长话题以后，高斯坡一直是真侪蓝营支持者所期待的人选，也是伊应有立法委员加行政院政务委员等丰富的经历。为了感谢乡亲的栽培，期待甲大家做伙打拼，中心互台南成为好徛起的家园。配合特别将市民心声的节目接受主持人陈碧纯专访。会中对以兄爸扛棒势薄不赖来自我推荐是一位袂歹有能力、独独无外靠行政院长热情的人以外，嘛以坚定的信念向市民宣布选市长已经准备好跟咱的广大的市民朋友做一个报告苏婆已经准备一段时间希望有机会会当为咱广大的市民朋友来做这个服务我想伫咱民主社会想要做公共服务上重要、上唯一的途径就是参选，所以我是要准备参选台南市长。面对泛蓝人选一直报道整合布局，恐惊对国民党的选情不利，所以会中建请党中央一定要掌握时停，尽速将前台大学校长黄秀生以及无党籍前警察局长陈子敬拢做伙达成协调。我是认为，第一，无条件的要把这个泛蓝的陈子敬局长纳入整合的这个范围里面。第二个，我是主张说，我们必须这个要有一个很好的公平的一个机制，所以我主张一阶段就把大家要谁来代表泛蓝当选手，一阶段就把它解决。假如要做民调的话，一阶段就把它解决。那当然，如果说你是透过协调或者是其他的机制，公大家当共推，当然这更没有问题。第三个重点是时间。现在民进党已经完成初选，对，他们这段时间会积极去整合，所以如果这个泛蓝要进行这个整合的话，我强力主张在3月底以前这个事情要完成。高斯坡配合暗时将这波民进党担市长初选，嘛是中道才公布民调结果。面对黄伟哲出线，嘛是未来竞争的对手，伊安怎看待？我认为，如果在将来选举，我们希望黄伟哲委员可以多展现个人他的好的条件跟优势，来逼这行逼这派系代表靠艺术啦。所以我们认为说他期待他能够多展现个人的这个好的条件。那我想大概在第二个当然是希望说选举中间、初选中间一些大家攻击他有的没有的一些事情苏破会当比较讲现在较无根据、无艺术的遐个代志我不会在这个后面选举的过程里面拿出来为难他但是如果是有根据的，比方说现在在进行中的相关有司法案件，这个要说清楚。徛伫民主政治，现在是市民头家立场，第期待有多元的选择。所以高斯坡如何专业争取服务台南乡亲，嘛对着台南的未来有所改变加反转，拢交由时间来印证。但新闻顾问及郭博义采访报道。
汤这种纪念公园内底国父铜像，近年来成为南日意识形态公防的焦点。尤其2014年遭受迫害以后，市府虽然暂时刷到别个所在来修复，并暂时来保存，但有望争议不断。上午议会国民党团就借由记者会，要求将铜像放转于原本的所在。本地位于唐德庄纪念公园的国父铜像，在2014年被人诱导以后，现在放伫柳营科技甲环保园区新建的7日电装饰当中，进行修复甲暂时保存。不过，议会国民党团至于文化局故意以电装的名义来进行暗砍，极力要求将铜像归位。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呼吁要求应该是要求。我们那个文化局你们应该是要中立的嘛你们是不是应该中立？应该中立嘛，那国父长期在民生议员站立，4年前让蔡丁贵给破坏，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可以还原呢？我想我们非常遗憾的是说，竟然没有看到台南市政府文化局非常负责任、有担当的说，哪里倒下来，我们哪里把它摆回去，哪里倒下来，哪里把它摆回去。议员洪玉凤认为，既然铜像牵涉到政治性问题，无法度得到全民共识，那呢是不是会当考虑以艺术品的名义，未来放伫台南7日美术馆当中，好争议降到上低。文化局的公文里面说把它典藏，那我想就是美术品才能典藏那以目前台南市政府想到的点呢，都是有一些争议存在。那也是政治性，没有办法得到全民的支持。那如果我们把国父铜像把它当做一个艺术品的话，我觉得它是真的值得典藏，因为这是政战学校美术系刘思主任的作品。那刘书主任的作品也有被典藏在我们的博物馆。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把它恢复到民生绿园，这是一个政治敏感度比较高的点的话，那我觉得台南市政府应该把它摆在未来即将完成的美术馆。对此，文化局表示，经过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审定，国父铜像有市定古迹的成分，因此受到相关审议约束，所以包括修复以及后续活化再利用，拢必须受到规范。但是，文章山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今年3月份，就是位伫咧北区的阿宝寮菜市啊满100岁时节，北区区公所为着要庆祝这100年市场的生日，特别推出了阿宝寮导览手册、甲天下饭店以及丽人国小共同打造了一系列精彩活动，嘛要带大家更加熟悉这100年市场的内涵。位伫咧北区的阿宝寮菜市啊，是侪台南民众自细汉买菜买到大汉的好所在。以前因为这个地区拢是市鸭，才有阿宝寮这个名称。这个市场今年3月份过100岁生日，北区区公所为着要帮伊庆祝生日，特别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
不但甲天下饭店合作来推出阿伯寮实力全开活动，也要带领着丽人国小学生去踅菜市啊，去了解阿伯寮菜市啊。有啥办这个活动，最主要就是要连接着咱小朋友，个咱的年轻的朋友，会使行来菜市啊，来认识着咱过去咱的长辈伊的生活的一个所在。所以伫咧遮，我特别感谢着咱天下饭店未来3月30的一个活动，就是由主厨来带领着咱的小朋友去踅菜市。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情况，就是讲。咱会看到一个真专业的厨师，炸着捌踅过菜市的囡仔去踅菜市，这个感觉，互囡仔上摆无通够认识食材，从食材的教育来纳入他未来的生活这个领域，所以伫咧遮我嘛足感谢咱的校长王富美王校长咱丽人国小已经比阿伯寮菜市搁较久122档，120档，120档的老学校，交咱100档的菜市做个结合，来认识菜市场。透过安尼，互咱的小朋友知影讲，爸爸妈妈过去，也是咱阿公阿嬷过去伫生活过程当中，因是安怎去采买咱的食材，认识食材，互了解着讲，咱食的这个重要。同时，北区公所也推出阿伯寮菜市啊导览手册。介绍到市场内底，或者是北区周边知名的店家，希望互在地居民或者是外来游客，都会当体验到食好穿好阿伯寮钱来运来下土地趣味小旅行。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每一档昆戏湾文化季欢迎上届热烈的霸道风味餐，3月13号就开始接受报名。为着要让这个好消息让大家知影，南区区公所、市府文化局、观光旅游局以及地方代表做伙来到万丰宫的庙埕，试食风味餐，为昆戏湾的系列活动来做宣传。今年的昆戏湾文化季将伫咧3月24号登场。除了将在地文创产业以及历史观光做结合以外，佫推出昆戏湾霸道风味餐服务。提供昆生的蚵仔、喜秋白虾以及原里九母鱼酥等10道具有在地特色的美食，要来吸引外地游客。台南市2018南区的乐活文化季呢，预计在3月24、25号2天来举行。那这一次的南区区公所跟喜树万皇宫所合办的活动有非常多精彩的内容，包含了有我们新兴国中的科普活动制造中心的科普活动，还有我们3个部落的小旅行，以及很多的比赛，包含了咱的爬蚵仔爬蚵仔伫昆新还有迄个原里会当骑马还有迄个咱的瓜牛乐拢真侪会当足怀旧、足悠闲、足慢活的活动会当参加，尤其是伫24号迎暗的风味餐，今仔日来举办这个记者会呢，就是希望大家当来订到，这一定秒杀，大家一定要较紧的相关的细节会晓上网的你就上 FB 看我们的2018。昆喜湾乐活文化季的粉丝专页，那如果不会上网的，你就打电话2910-126，2910-126专215问梁先生，咱来让得到消息的内容。区公所嘛表示，过去风味餐必须订几道，互外地散客真难得有机会通好食到。今年区公所特别推出昆喜湾畅游券的服务，互远道而来的游客也当体验到在地的板道文化。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知名茶品连锁企业中道举办春酒活动，除了宣布今年国内店家数量将要突破70间以外，旗下副品牌伫咧全球的布局当中，也要突破600间。企业主秉持着这座台湾好地精神，持续并稳稳向前扩大。知名茶品连锁企业汉林集团今年已经迈入第32档，为着要庆祝伫咧无景气的时代背景，公司悠然稳定咧成长，因伫咧中道来举办着春酒，慰劳各地辛苦的店长，同时也宣布将要进一步来扩大着营业的范围。今年国内店家的数量将会突破70间，
另外，旗下的副品牌上茶，伫咧全球各地布局，也将要突破600间。为着要让顾客会当感受到这个好消息，汉林也准备了国宴级的奶茶，外带买一送一的回馈，但是数量甲优惠时间拢有限，也请到民众爱把握机会。在国庆宴会里面以珍珠奶茶受总统府跟外交部唯一指定的一个以珍珠奶茶的一个厂商，就是我们翰林茶馆。所以在这个招待当时的部分，我们已提供了5、6千杯，受到我们的外宾、我们的一个宾客的一个认同，还有蔡英文蔡总统的部分的一个赞许。那陆续也我们创办人也要来满足我们这个一个平民的部分也可以有这个小确幸，所以我们有推出了把这样的一个国宴珍奶推出来给消费者来做这方面的部分的那我们目前在这个月的每个礼拜六、礼拜天的3点到4点，我们国宴的珍奶以买1送1杯的方式来服务给消费者。同时，汉林也已经寻求到甲中国大型餐饮企业的合作，相信未来伫咧对方以及国际上的市场，会当有更好的成绩甲更侪突破。单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由台湾农特精品两化交流协会主办的台湾农特产主鲜年会市集，伫咧2月2号到2月5号的期间来举办。活动结束了后，拍卖所得总共募集到12万外的金额。上午协会特别举办捐赠仪式，全数拢捐予热兰遮湿地证协会等3个单位。由台湾农特精品两化交流协会主办的台湾农特产主鲜年会市集，历经伫小北成功夜市边的空地举办。活动期间，除了有80间优质的厂商进驻，佮特别邀请台南侪名店到场小厅。第线活动拄着寒流，毋过又引起民众前往购买，最后拍卖金额总共有12万元。主办单位上午特别举办捐赠仪式，将全部的金额捐赠予热兰遮失智症协会、电池美好基督教会、甲嘉南热力大学食品科技系。希望为社会带来抛砖引玉的效果。今天台湾农特除了在商场上的贡献，我讲这个助人不落人后了哈，所以这样的一个善举我个人特别肯定，所以我一定会陪他们这样走。我觉得他是除了一个很正直的一个经商者，但是在台湾的推广的农产品的这贡献者，那对社会的关怀也是真的是一个让我们肯定的一个。非常肯做善事的一个团体哈，那我特别在这里跟他表示我个人的赞赏。其中大的小爱要化为大爱啦。那今天我们特别这个活动，把真正需要关心的、需要关怀的人，我想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社会还是温馨的啦哈。这边呢真的再一次肯定我们农特所做的一切，我们这个教育协会所做的一切，也再次的感谢大家。社会局也非常肯定主办单位发挥公益的诚心，强调透过企业甲团体将资源结合做伙，会当为社会带来更较大的力量。而协会也希望明年搁再号召大家共同来做爱心。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好天有时侪云，温度17度至27度，白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真感谢你来收看3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咱再会。